我係心急快師奶，大家記得訂閱我，俾力同留言啊！聯想科技園站 K8， 由聯想科技園去呢個天一城啊，仲海啊，又喺呢個三和張茅嘅1號線地鐵站嗰度上車。而家係朝頭早嘅8點鐘，睇下坐幾耐到。嗱，我哋8點鐘呢就已經到咗呢個嘅三和嘅聯想路口站度，想等架 K8 啦。結果呢，查翻個車來料或者係高德地圖咧，先發覺呢要到10點鐘先有車喎。成2個鐘頭後先有車，你點可能等到？即係講咗俾你聽，眾海呢個區塊呢係唔得咯。你如果真係由深圳嗰邊咁多人要去你眾海嘅話，絕對冇可能呢要等2個鐘頭先有一班車喎。即係同衰過三和經濟開發區。有人話三和經濟開發區又偏又遠啊，咁差啦，人哋啲車都咁密啦，更何況你眾海咁好啦啊！但係點解都會咁呢？咁呢樣嘢好值得大家思考咯。咁啊，結果我哋見到有架 K1 嘅車嚟就唔理啦，照跳上去啦，去眾海啦。回應一下啦。咁啊，有人呢就成日話惠陽呢，又老又舊咁樣。我想講呢，去一個地方呢，如果呢個地方呢，佢本身呢冇一定嘅歷史存在呢，咁你唔去都罷㗎。嗱，本來呢，我哋想坐 K8 去眾海噶嘛，咁誰不知要等2個鐘頭先有車，梗係唔等啦。咁啊轉咗呢，就坐呢個 K1 呢，就而家改咗呢，就想去呢個惠城區嘅港惠新天地。咁啊再講翻啦，買樓呢，一定要買呢有歷史底蘊嘅地方。咁佢有歷史底蘊，佢自然佢就要去不斷進步，去追上呢個時代啊嘛。咁你諗下，你如果佢完全係冇歷史底蘊，一方難地嘅，由零開始去建設嘅，咁你諗下，佢冇一個歷史去支持佢。嗱，舉個例子啦，你去試三和經濟開發區，我拍咗條片講過嘅。原來100年前呢，惠陽嘅政府呢，正呢就係喺三和經濟開發區呢一度，就係因為佢有個歷史底蘊喺度，所以直到100年後嘅今日，點解惠州政府咁重視三和呢個片區呢？嗱，咪解釋咗俾你聽，佢點解個重要性喺度咯。同埋呢，一個城市咧係需要有新舊交融啊，有新舊交替，咁你先至呢係有佢嗰個嘅層次去接疊，咁你個生命存在咯。好簡單，又講翻好似十里銀灘為例子啦。嗱，十里銀灘呢嗰度叫做阿婆角啊嘛，個歷史係啲咩啊？個歷史呢就係話阿婆嫁咗俾個男人，個男人呢出咗海之後，從此就唔好再翻過嚟啦，係生係死都唔知咩事，結果呢就變成一個孤兒寡婦。咁你諗下呢個地方個風水好幾有限啦，係嘛？说 AI 现在可以帮你工作完成些什么项目？我觉得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博主分享他在生活当中用 AI 做的一件事情他应该是下载了那个豆包那个软件，他们家里面小朋友呢到了晚上突然说就特别难哄，小朋友应该也是看上去可能上幼儿园的一个年纪比较爱说话的年纪，他就请豆包跟孩子去对话，因为豆包好像有那种实时语音功能，就可以去跟孩子去进行一种完整的交流我看这小朋友从刚开始就不耐烦，然后跟豆包聊得很开心。我们家是用豆包给他讲故事，对，然后我会给一个故事梗概，然后豆包给我出一个，比如说我说15000字左右的儿童故事，对，现在我的孩子呢会他自己会说，我要讲一个，他给一个故事梗概，然后豆包根据他的梗概来，只是有的时候识别出来的这个，比如说他说，举例子他说什么。
下车支付成功。呢個惠州衛生院啊，田心村喺度。前面就係惠州嘅公車樣。我呢度好多啲汽車 4S 店。呢啲樓係中州控股啊，叫做中州南麓苑啊，個樓盤名。到咩？係啊，頭先一個睇咩站喎？未到。四環路口啊！呢度呢叫冰塘村啊，華康醫院。華康醫院啊。嗱，呢度就係港衞新天地啦。呢個就係市中心嚟㗎啦，已經係你睇好多巴士嘅。惠州嗰啲公交就咁嘅樣嘅。我哋坐咗架 K1嚟啊，最終呢個上面港衞新天地，呢架 K1啊，呢架 K1。
港偉摩。港偉新天地啊，佢哋好得意㗎。嗱，6號車咧同有1分鐘到，7號車同有4分鐘到，咁樣嘅。佢哋呢度就，原來 K3都嚟到㗎，K1同 K3 自己啲 K1同 K3啊，都嚟到 K3，直接喺山河城呢有得坐咯。K1都一樣啦，K2都一樣。嗱，呢啲就係惠城區嘅公車啦。嗱，呢個上邊港惠新天地，佢對面呢，呢個有個叫33夜市啊。呢個我在惠州等你啊，我在惠州等你啊。哇，惠州啊，哇，你睇下幾靚。嗱，呢個就係港惠新天地，佢個對面。嗱，有呢個叫33夜市，嗱，呢個咁樣嘅，惠城區就咁樣嘅啦。嗱，你嗰啲公車嗰啲樣啊，嗱，港惠摩啊，呢個就係港惠新天地惠城市中心啊，嗱，咁嘅樣嘅。哇！有個專賣仲海嗰個宗教話要投資惠城，一係就仲海，惠陽就交叉，真係好笑。哇！你睇下呢個港惠新天地，萬達影城喎，有咦係喎，菜南點心喎，好貴嘅，不過都可以去試下。萬達影城，喂，睇而家最新嗰出哪吒喎，可以。哪吒。呢度啊，好似新樓啦，但係對面呢，你睇下舊到，你睇下，唔係同惠陽一樣，同惠陽老街一樣咁搞，幾強烈對比。所以睇嘢呢，要睇全面，唔係睇單一方面咯。真係。係啊，真係要用隻腳嚟睇先得嘅。網上呢，最慘而家呢，好多人用文啫。呢個叫咩港銷優質項目喎？政府指導市民辦甄選港銷優質項目，即係 sell 去香港啊，最優質嘅項目啊，知？我話呢度嗱，佢呢啲未開嘅，而家其實9點幾都仲未開。哇！惠州啊，個商場就係呢度。呢度住宅。話美的智慧家喎，佢應該有個，佢有沃爾瑪喺度，哇，奧迪。係咪同未開？係咪同未開嘅？大魚都有喎，大魚燒烤。係啊。公寓哦，原來佢有公寓嘅呢個。我呢個嗱上邊呢度呢啲就係公寓啦。嗰度有間煲仔飯，但係未開。
級木桶飯。哦，當勞。咦，租客免佣喎，睇下先，亦睇唔到。租一房一廳喎，依家社可提供免租，係啊，兩房一廳，但係冇價錢嘅喎。係啊，睇下可能有 QR code 掃一房一廳，我要掃個 QR code 嘅，啲公寓嚟嘅，全部都係租嘅喎，商務辦公，影到。沃爾瑪，呢度都有間沃爾瑪。呢間沃爾瑪睇落就好似唔係好大咁。而家好靚喎，白色嘅士多啤梨。係啊，其實搭出嚟係啊，都係。20蚊，叫做咩青檸冰乳酪蛋糕，不過就純粹係蛋糕咯，唔係即係唔係 cheesecake 嗰隻 American cheesecake 草莓千層蛋糕。幾鬼正啊！你睇下10蚊，哇！你睇呢個幾靚啊！哇，士多啤梨㗎，你睇下士多啤梨50蚊啫喎，哇，幾靚喎，真係抵喎！試買過呢隻，係咯，好唔好啊？係咯，都好啊，熱唔熱啊？佢呢個貴，呢隻咯，9個9 4個，我哋上次買過呢隻，15蚊，唔知有幾多個，好似有4個。4個咯，呢度咧佢就有得，最中意嘅。嗱，而家呢度佢有得賣魚，哇，好得意喎！天子魚啊嘛。嚇？叫咩啊？天子魚。咩叫？海衣天使啊，8蚊條都貴。哇！但好得意喎！哇！不過香港都要貴，都10幾蚊條。嗱，呢間咧就原來有電視賣嘅，淡水嗰間沃爾瑪就冇電視。咁呢度最平都2800蚊啊，都唔係平嘅。海信嗱，呢度佢又賣啲呢啲嘅日用品啊。電器都有。哇！佢呢度2層嘅。嗱，佢有2層。哇！啲細路仔衫50蚊咁厚，真係抵。哇！Gap 名牌都係100蚊件啫，陰公細鬼要去淘寶買，買完話要退啊！你睇下人哋，哇！人哋啲名牌。係咪啊？廚房用品啊，咁其實住喺三和經濟開發區都好方便。一係咧就出去淡水嘅好怡多沃爾瑪，一係咧就坐 K3或者 K2就過嚟惠城呢個港衞新天地嘅沃爾瑪。哇！真係都幾幸福喎！最起碼十里銀灘都嚟唔到呢啲地方啦。呢度都有國保喎，即係國家補貼，而家佢哋簡稱手機喎。華為係啊，平1400蚊。嗱，3300，6200啊。好嘢嚟嘅。有啲電器，飛哥，哇咁多產品嘅喎，佢呢度真係多啲。以後唔去好易多啦，去嚟呢度啦。係啊，哇呢度真係又方便啊！最緊要三和經濟開發區真係方便。
頭先呢個Walmart門口，呢度咧有間好特賣專賣啲臨期食品。早嗰排喺香港搶到發癲㗎嘛，菜蘭點心啊！你睇下，菜蘭。菜蘭，哇！酥皮叉燒包26蚊啊！哇！鳳眼餃33蚊，乳鴿49蚊，天竺卷23蚊，黑松露菌26蚊，蝦餃29蚊。都係員工嚟嘅，冇人幫襯。哇，36蚊，炒飯就36。數碼點餐。一陣間望下呢個咧就係嗰個俄羅斯而家好興嘅。哇，G2000都有喎，原來。哦，係咯。5樓嘅成樓都有，要4樓啫。鵝脆爹商品館度，佢呢種產地咧寫住黑龍江嘅，咁咧就唔係真係。佢呢度都有寫嘅產地黑龍江。佢話有啲係真係唔知呢個嗰個編號，呢個編號69啊，呢個唔知係49啊定幾多咧？呢啲都係產地黑龍江嘅牛筋腸啊！而家啲產地黑龍江嘅，其實呢啲都係產地黑龍江扮係咩嘅？呢個就產地俄羅斯，跟住咧呢度咧就46啊，嗰個字頭影46字頭啊，係咯，唔知係49字頭定46字頭嘅。46啱。即係如果46字頭嗰啲咧，就係俄羅斯嘅個產地，即係呢個46字頭啊，好靚喎！哇，你睇，哇呢啲好靚喎，呢啲俄羅斯沙皇，哇買個樽係咯，啱啊，呢個46呢個俄羅斯，哇呢個買個樽都抵喎，83蚊，唔平嘅45蚊。呢個俄羅斯嘅呢度啱啊，係啊，都45蚊。哇！超大娃娃128蚊一個，啲唔係罐嚟㗎，木嚟嘅呢啲。